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哥刘浩明。我哋今日要请我来宾係我哋嘅媒體嘅前輩，而做過我哋報社記者，我做過我哋自由時報總副總編輯，還有我哋咧民眾日報、台灣時報總編輯。啊，伊退休以後呢，伊開始嚟寫有長篇嘅小說。伊今日來到嚟節目地步，伊來介紹伊最新嘅一本小說，叫做《走往吳鎮水》。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李邦台泰國人嘅現場。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係屏東竹田來嘅李邦台，大家平安。邦台先生吼，我想問一下講，這個寫歷史小說一件事情啊，因為其實你寫兩本嘅嘛，哈，嘛都有得過講啊。一件事情係睇你當初做記者嘅時間，都有想到寫咩？還是退休以後能想到？退休以後想到係，啊，讀合雙啦，讀合雙，讀到退休閒來見了。啊，讀到也把啲朋友都講了，談到好嘅故事，也冇寫弄嘅咧，我就寫，見寫見寫見寫見神奇啊！但是因為我寫嘅兩本其實都係啲關於長篇嘅小說一件事情，其實我想我舊時我想寫一件事情，其實我發揮到嘅精神。咁當初呢，我想到有兩個主題嚟寫嘅長篇嘅小說咯。其實主要是本日嘅題材吸引到嘅，會想到嘅。按到我想要用有兩種嘅題材嚟寫咯，主要係一個題材十分好，啊，去想人寫，啊，咩都為想人看，啊嘛，這個嘛本一個題材想到嘅啦，想到嘅呢就講，假使講來寫2000雜誌、3000雜誌嘅短片，弄起嚟，一個題材可以對面都親人去，啊，將來嗰度成為經驗加入來個精彩，所以就。見寫見到，見寫到咗，啲舊時啊，變咗一啲太平嘅東西。你頭先有講講，譬如講，像我哋題材寫2000人雜誌，其實佢弄係，嗰時候都加幾多嘅元素入去，變成一個20人萬字嘅一個嘅長篇嘅小說。但是問題係也愛一啲唔講講，愛有一啲會講故事嘅能力啊！啊，一能力係唔即係萬世都會講故事啊！我係萬世各位講故事幾留年啊！啊！6年過檔啦，8年過檔誒。我哋萬世喺鄉下吼竹田，我哋狀況啊，有一啲生意咧，係太準確參事嘅。所以我哋咧家長吼，阿爸阿媽都禁止生意咧去一個河壩嘅潮水。啊，佢說唔好去河壩潮水，係我哋嘅當時嘅生意咧最快樂嘅事情啦。下主就去，他個上漲個啊，你河壩潮水要交稅哦。按過太年禁止，啊，所以我哋家下生意咧就係上幾多理由騙太年講我根本冇去潮水嘅嗬，佢一個騙太年嘅功夫咧，我只會講，我喺來講嗬，唔可以破綻，合情合理。像我都要講講，對你咩生活發展冇幫助，然後對你嘅求學冇幫助，但是你後來開始做記者。做記者其實應該就是寫文章的吼。做記者做唔得編故事片嘅啦，寫小說去編故事來說服人，將人道理用故事講出來。啊，做寫新聞是愛真古真今啊，哦，啊事實按如按嚟一路二，做唔得去歪曲，做唔得去編故事，做唔得去加添東西。因為兩個冇同樣嘅要求啊。咁當初都冇想過，唔可以做記者入嘅工作，唔係去做純粹嘅嗰種文學創作嘅一條路咯。我是過後生嘅時間吼，我都寫文學嘅最青少年嗰啲不知愁滋味嗰啲散文咯，台灣報社啦。例如有啲朋友介紹啊，讓我寫來。記者報社做記者，一做人哋冇重要，冇重要，形容詞做唔得太多，做唔得揀自家感情、自家意見做唔得揀，因為出國做事實冇重要要求。咁嗰時間吼，其實喺外地喺台灣算是社會地位東湯就轉變過太一個時間。咁嗰時間，自家喺做即係我哋講。做新聞啊，做新聞記者，其實看到社會太有迄種樣嘅社會啊。我哋除咗做記者時間，記者喺社會上嘅 TV 同其他冇重要，比較個素人尊重，
其他人讲记早都无冕王哈，真实都无冕王，个许多年的宗师啊，七个要求嘛个高，啊，不过当方有政治的威权的个官场，就是呢个书，政治上唔可以跌出到当方的，尤其政治上的禁忌中的，啊，七个写得少。啊，这时代呢，我都比较多，我服务的单位比较多，各项的突破，各项的那个在铁路方进行啊，像我做出来铁路方，本人嗰度真相本人知，所以你慢慢的行到动位来。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更加幾多年啦，其實離嘅沙飛嗰種時代已經過一樣嘅啦。所以都經常講一講，其實人哋報曬希望講，佢行喺一條路方是希望不用睇緊人哋嗰度真相。但是問題係我哋嘛講，其實一般睇緊人哋嗰度真相一件事情，如果有嗰度嘅壓力，像有時間你去調查一件事情嘅時間，係咪會有騙人聽到冇得講，騙人向下調查難嘅事情咯？安尼是冇啦吼。冇有啊嘞，如果你写的东西，搞本人当方的，改当方松弛些啊，因为伊就会感到安尼事情做唔得咯，有的会都定出来以后会有天花来，会有经济总部啦、国防部中央党部的那个文工会的天花会来关心，一关心就不得了，会影响到保沙经验，结下个我出来做记者迄相当紧张。就迄一个工厂，南亚塑胶工厂，拄好台风火灾，啊，我哋去采访以后电出来，报上嘛，因为冇问题啊。咱咪都有党部打电话来讲，电咱的新闻吼，影响到嚟经济发展哦，佢所以冇电人睇，最后冇电，啊，有个当方天发来。本来主管我同佢講，你哋哦，有個東西冇寫哦，冇你寫過少條嘅哦，啊定出來定過少條嘅哦，有啲啲對我啲熟白。咁即係講，有啲人睇人哋熟白地方，你講啊，咁樣我都看人哋面色做事情吧，都讓人下意啊。可是後來我記得網絡線上後來有一篇當我插詞，我其實我行出去做一件事情。對我對一種，佢當時哦，對一種嘅事情哦。怪不服啦！你看我安尼事情就保唔得咯，吼啊政治上的事情也禁，等下啲數據變成貪污人種嘅，都相關都會反抗啊，都好幾下又開始有嗰些動嘅事件做出來，最主要都講伊安尼啊橋頭事件，那邊有獻祭嘅種辣事件。那麼經發展到有人出來判插枝，判件的動位插枝，一個動位插枝人哋哦，南部有隻沒有乜嘢地方台，伊咁寫哦吼，啊你來請來，一個是你同佢寫來好冇，吼啊你寫去，你敢用真名冇？啊講唔敢喎，用假名，佢啊你開始見到，寫到變成係南部都我寫最多，寫到。黨部、經濟總部嘅唔歡喜嘅就過嘅，南部寫最多人嘅。但是其實還是有條報沙是條路出來，或者上班，但是變成有一點身份去把你這個人嚟講，英國一本他人哋嘅一種內容同事實，用另外一種觀點去本他人哋。錯，佢觀點就會動來插詞。係啊，可是你這個有想到講，做乜嘅唔會有按呢一種，按你講。精神嘛吼，冇得講一種安尼抱負嘛吼，我想做樣嘅事情啦。有啲人講啊，嗰種政治性啊，都冇差別啊，都認真生活的條路。但是你這個當初唔係安尼做，你這個有想到講，當初都冇安尼做嘛？因為個安尼問吼，如果我強調到講，一開始做乜嘅唔會先壓兩個主題。哦，騙人嘅人講哦，有個人該好淡。啊，我新冠都喺咪度，我該叛逆，我對那個政治上嘅禁忌啊，感覺到該不服，不服特別叛逆，係安尼來啦。人家不服喺邊度罵嘅咯？你講啊，一種事情本來我想啲，那也冇個要緊咯，啊不是新冠都也本人，我第一個新聞出來吼，
状管我同埋讲，人家个新闻唔是像详细啦，唔是去调查清楚啦，我想过都无道理嘛，种事情应该要本老百姓知嘛，老百姓知有用嘛咯，我想会亡党亡国吗？不是想过都安尼免啦，为什么都唔怕？既然台北有人判断嘅，就是有人同系约过，我就下跪，佢下下唔咁有名嘅已經有拿過費本來唔咁樣記得咧呢。如果我調查出來有下人南部去調節過費本來，佢下都安尼，就算過費啊。咁幾安尼，幾段時間差唔多維持一久啊？佢下差唔多1975年到1996年，有咁長嘅時間，到民進黨衝動以後，繼續今年都唔是誒，差不多有15年的時間咧，19年，75年到96年嘛，19年的時間。樹波潭樹潭嘛，賣雜誌賣有種雜誌波潭地方嘅賣樹嘅人嘅書架上雕嗰條雜誌，中央雜誌，青少年雜誌嗰條雜誌許多，還有九個團嘅東西。我哋雜誌是本人俾我提拖嘅地方。然後嚟買嘅人講，頭家，我買雞，買嗰度雞後來我講有蝦無？安尼客戶都講，我嚟買雞，條價都低，拖打過來，我就看視頻看到有人條價冇，我都拿杯10杯，一數拿錢一數搞差不多，安尼買啊，因為每期嘛買5、6千本咧。5、6千本咯，好唔好？唔全買都查金嘅，如果建中都派調查員、派警察來搜查，出來是沒數，來差不多3沒數，好唔好？該學員都買槍，反正大家該歡喜啊！那個時代就當為時代啦，當為時代係啊，喺台灣真實時候，伊哋該創業嘅時代。錯啦，我哋望在線上睇我哋台灣政治嗰風雲轉變嘅時節，嘟好嘟多嘅時節，後來以外睇下作品地步，展現到伊對嘅時節嘅一種體驗同一種展現。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馬上繼續有個新書《走王吳振水》。翻過來，復起來啊！你今日來賓喺網台先生，伊帶來伊啊最新的一個作品啊，叫《走王吳振水》。其實，做到我想，一直想要同我哋網台先生講，其實而家出咗2本書，地方啊，只我感覺到個，奇怪，有啲作家充滿個寫有2個主題，因為2個主題唔單止講，以係的，其實其他人可能都唔知嘅，伊啲歷史嘅案件，其實當時伊係幾大案件啦，唔單止講我哋走王。後來其實走王，我哋從頭看到呢啲馬克當可以啊事情好啦，後來伊都走日本去，安尼都結束嘅。好，但是你就話因為想把一件事情變成一啲歷史嘅小說，好，還有人家第一本書，我哋個第一個台灣歷史小說將加咗嘅幾本書播磨完吼。咁嗰時我就想話，喂，做乜個網台先生當初會寫兩個主題，吼，係咪對你當初有曾經參與過？當愛時期有關係咯，你這個認為到？我寫走王吳振水是因為我都個係中共這個家庭啊，我係走農子弟，從細呢，我爸頭嘅地方啊，有一本剪貼簿，剪貼簿當時共走案發生嘅時間，報紙所電嘅相片啊、新聞啊、評論過啦，我爸會疊一本評論過。嗰度我不時會看我爸拿出來演，講經驗經馬呀，都報紙我未寫，吳振水那些安尼人咯，伊都聽我哋走農傳奇嘅人，那些博上我哋走農嘅人咯，啊經講經馬，啊還是就談落台，啊我哋話中國都種走，啊嘛插幾多種走嘅事情，嗰時我對一件事情非常了解。我哋台灣差唔多更加60歲以上嘅人，大部分
谈过一件事情，叫做赵崇安啊、焦崇安啊、强泽案啊，也有讲金碗案啊。伊当时送纪念品本人送嘅金碗、圆碗，啊用一个内面都用个薄发都内去管，强泽都落幕，本来相当好嘅啊，相当好嘅，佢下所有人。做个衫裤，假使我强泽咱第人生吼，可能讲哦，郑州衫哦，叫做有钱人，我都看到佢下总强泽18有钱，所以我对一个事印象个深。那么由于的机会呢，我要去睇日本，见到一个人，见到人，那个就是我爸心目中的偶像，我一个人超疯啊！咧，赵龙全台湾蛮够酷啊！佢下。差不多有10多万的家庭先富起来，先变得有钱，就是一个家庭呢，慢慢的可以让你图嘅，可以转下无，所以呢无钱不读书的，变得又可以读书，咁样对台湾的社会当然贡献一大啦。我一个人好好的写，我有啲好奇去日本我去。2个人，伊就讲老人啊，佢差不多40岁啊。2个人谈的3月2日呢嘛，伊佢下喺日本屯去种一啲西里沙，嚟到喺嗰啲里沙，有限都就見了啊都見機。後來那邊就是一個事情，上細啊都啲啊，啲後來台灣後，啊本來上個寫，唔過佢下係都好波沙工作當無限，類似邊啊神都冇寫。冇好好一直寫，退休迄麼都愛來寫人抄，完全寫出來。更加來寫個成熟啦，因為各有小說、經營小說的經驗嘅，就是出來以後呢，許多人講哇相當好看呢。我有啲朋友就曾美玲哦，伊講我從嗰時候那個手不釋卷啊，手不釋卷都書拿到演的吼，反正解放起来。伊讲伊看2夜看了的，打电话俾我，那本书相当好看，安尼啊。因为对我哋60岁以上嘅人嚟講，我爸其實我哋嗰時有啲見聞啦，都同我哋網台前人講一件事情，係當我哋社會影響幾大一個事情。呢個事情其實一直都前一陣然後有一啲真係有啲頻繁的一啲聲音出來，因為一陣時邊一直對一位人我哋曾經咧強調台灣一啲關唔公平的一種評論提下神學啦。咁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睇下小解嘅講，從一本書嘅話，唔記得㗎，因為前日有個故事嘅一啲年代睇嘅係點樣？伊睇個係1956年左右，1956年到最紅嘅時間。1956到1965年，佢下強澤當好嘅時間，所有嘅人佢下有種強澤，所有變咗改變嘅家庭都嗰時代。嗰時代呢，伊做高雄強國法度賽理事主席，伊帶領一批理監師去用嚟將台灣嘅強澤變做商品。伊有啲演講，我有聽阿爸講過，伊講伊出來以前，日本人將強澤做珍品，珍品嗰個珍貴嘅叫做珍品。日本人佢下食強澤呢是皮剝開來，拿水果都會切一片一片，用個盤咧吼，用鉗來食。伊唔只是講我替的任務，改變日本人。嗰邊日本人衝嚟台灣人因為北強澤，北個太後食咗落，咬啊吞落去，一條強澤可以3口4口去食，你爽快啦！日本人咩呢？個關鍵的原因都講，我替的工作要將日本人珍品的觀念變到一個平價，一個同俗嘅事情，像日本人食另外。以前是嘛太做熬一樣，我哋台灣人食另外都小個天氣嚟一片一片食國貴嘛，佢所以平價化，也替啲工作平價化，佢所以也所有工作咧就係將台灣嘅強澤喺日本變啊一啲平價又好食，又可以大量收入一個市佔率變啊清高嘅一個商品，因為伊最大嘅成就係啲啊，
因为其实用人家的一种方式来讲法，你讲，伊等于讲把伊的商品，把伊评价法，把伊的神法给去除。因为讲搿种伊用嘅迄个贵嘅东西的话，其实一般人都受法唔起。但是对台湾来讲话，其实贵当然强着。可是以迄个贵的水果时间，就变成我哋买日本的量都冇安排。但是搿种讲，我哋天我哋可以贵大量买日本，然后把也的价钱，变成他人开始的时间，日本其实对台湾来讲，係一个贵稳定的一个供应的国家啦。可是後來呢，我有一個疑問按一件事情。後來因為伊一個行業條路在日本市場打開來，所以商社路拼命的殺賣進口台灣的種子，台灣的酒農賺到錢後，睇一個飛人台北台飛的時間，有人提案講，哇，一個吳鎮水吳理事主席。本來的酒農10個萬的酒農發到出來，我喺度監車，而家我監車咯，伊有冇收作，冇收失，我哋那邊有啲提案講，我哋嚟送一條金條杯，那邊去一個原料啊，賣金條，即係人底下講啊，金條冇賣，做唔到賣金條，佢下我哋政府有啲。國家總動員法，做唔得買金的元的，就可以買乜嘅？可以買金絲、元絲，因為金條買唔得，用金的做嘅碗啊、盤啊，水果盤啊是買得。那比如咪就講啊，那邊開飛時都講本來專門嚟送吳鎮水嘅，那邊講公路嘛唔係搶嗌啊，搶嗌吳鎮水啊。按到李監事，按到沙飛人士，嘛政府嘅官員有好多人聽數啊，嗰陣我哋都來大量做金盤、元盤，分30兩嘅、20兩嘅、10兩嘅、5兩嘅、3兩嘅，分貢獻對種子貢獻太細來做紀念品。咁都全國創立20年，用20年主年紀念日理由。送本所有相關的人，送可能把幾百個嘅金碗啊，有啲大有啲細，送俾人做紀念。咁嘛免乜個避免啦，因為有記者去協商啊，從送本幾下生意人，幾下新主席就王克，嘛帶個到酒農，拿一啲30兩嘅金碗，可以講啊，幾千年去，記者嘛喺成日協商。個主席嘛，政府去接觸嘅拿話以主席辦公室咧啲俾紀念品嘅地方公開事情啦。最後呢，你咧打擊唔住水嘅時間，就用藥店。咁後來而判7、8年，關出來以後，有還有在從事講我哋搶購啥嘅工作嘛？即下嗬，已經完全嘅關嘅時間，我都底下講啊。行政院有開過的會，因為伊本人輸啊以後，台灣的種子就日本人佢支持伊啦。因為講唔好做乜嘅壞事，點解種子變咗安尼？走黃變走蟲，日本人嘛不服啦，都開始冇20-30年又開始種子價格談判會議，30年喺日本開始，下30年喺台北開始。一個都收到了家私用嚟賣，所有都第一個就談判會議就決定從台日從談判會議，日本都有個費都唔開一定都冇去進口台灣的種子嘅，有個消息佢夾本菲律賓地，本越南地，南美洲嘛有厄瓜多嘛地嘅地，講台灣這個出事情咧。伊哋都公開利用一個風勢買日本，菲律賓這位、越南這位、南美這位買日本，日本喺市場上冇猜特別台灣這位佔93%嘅市佔率，一下變啦冇嘅，變啦嗌到卡，記得嗌到卡無糖啊嗬，對萬一嘅種子，那比如所有亞美啦、美美啦嗬，熟美出個都切拋出嚟毒種子。都係煮嘅米煮嘅，幾下出嚟係咪最好嘅時間我咪看到，那麼米煮嘅時間我咪看到。
告诉伊哋媒体嘅巴黎唔單止係傳送伊哋人嘅名聲嘛，把其實台灣最有名嘅經濟嘅產業嚟埋裝起嚟。休息一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所有節目我哋來賓網台先生，同能夠以輕樣嘅開始寫走往吳鎮水嘅故事嘅。我想問一下吼，頭先有講一點我真係幾有興趣講，你喺度睇日本去讀到吳鎮水一本嘢，係我讀到咯，係幾樣講，係讀到一下，還是講特別嘅潛嘢咯？我也特別嘅，有啲我睇高雄嘅，我工作睇高雄，有啲好朋友。有個好朋友做帆務，經營建設公司，又賺到7、8千。有一日伊請我啊，伊請我王台，我吼有啲人同我一塊兒好冇？我乜嘢？伊講唔準時，唔準我啲啊，我爸這邊種種者啊，伊講我啲啲唔都靠種種者，唔準時唔拜託你塊兒，好冇？錢我會同出，利費利沙。飛機票我要同出，我講唔乜嘅嘢咯，安尼按上去往外看，你這個一看都會啊，安尼啊，伊吼那邊都同我講，伊特別係聯合國服務，伊以前做建設公司以前，喺聯合國服務，工作案發生嘅時間，伊睇線上嘅記者，伊本黨方指示我寫。籌劃吳鎮水新聞，伊寫迄段，伊講個新聞都會報案，啊我唔敢去看伊，唔同我去看伊，我講安尼太偉大啦，愛同咧愛參加一禮拜啊同伊真是拿錢不愛，我都用下利費去日本轉賬去日本，伊出一條錢都有700贖罪的意思，要真實的人啊！公司有名嘅人，按幾時人讀到嘅，你去看到嘅一位萬世都談過人名嘅啲人嘅時間，其實心情係點樣？我去看到一個失望咧，佢係已經個老嘅人啦，個老人啊做生活做啊清清彩彩，嘅睇啲細麗莎做管理員，啲麗莎係也出得，每個月佢也出得裝麗莎啦。啊，做生活清清彩彩，伊當作我係一個普通嘅旅客，台灣來喺東京台北去嘅係啦。那邊我去嘅柬埔寨我去險，去結算要算賬啦，先算3日啦。我講我嚟日本了，那邊我退掉時，我講我沒有乜人來，我都靠種種者，所以我講那爸媽咁樣咯，我講我爸媽咁樣，伊講。嗰出面談過咧，那麼做乜嘅做沙人代表，一啲，那邊我都講經濟，我都講做經濟嘅經驗。伊講到經濟嗰精神，那有精神來，咱開始講，我哋見上伊講，應該是有經驗嘅記者，咱用嘅上伊講法，總是沙魚上冇了解事情，見到幫我撩出來，我都伊見到我講我寫起來，我佢都寫，講我完全寫。假如冇人知，我都跟唔住啦，安尼。其實就差唔多伊度歲嘅時間。即係我48、9歲。啊，伊度歲咯？伊怕我70秒。其實就咱嚟睇問嘅過程地步，伊對一件事情嘅感覺係樣，一心情係樣，要恨冇？我有讀過一句話啦，讀講客話，讀講，當初我哋堅持都可以啊，當方運用嘅做，運用嘅做都會。伊講做唔得呢，用佢講嘅話咯，都冇公道嘛，對這種不公平嘛，我做唔得結束，有種事情，所以我都當初當方嘅安排嘅方案，冇拒絕咗出嚟啦，拒絕可能發生事情。當我算日裝啊！嗰時其實上面有愛指聽伊做乜嘅事情，有把一件事情講出來。
有详详细细，我第一本书里边详详细细写出来。我为做某个事情，我为同某个公司听某个药，我买样的志向的，我将米这酒农，我牵某个线的天线，叫你先来改变家己酒农的生意。讲遐做唔得，遐路摕欧米、摕南米珠，100种200-300甲的用这样可以安尼做，安尼。屏东高雄的酒农2分体3分体、5分体，最多都是2甲体、1甲体，无需要用这样的牵这样的铁线的事情，就是爱对拒绝出事情。你其实一开始接触到野味历史时，其实你只係講唔當西式人寫嘛，可是你變成訪問黑，你其實冇馬上寫一件事情。我多少有寫在雜誌上。如果你片段啦，用这样新闻报道的方式来写，没用小说。这下我完全一批小说的时间，但是用来写小说，让将一个事情写比较精彩、更郑重，这样我的想法。那么我都因为之前我写一本小说叫《报魔丸》。我已经第一讲用来写小说，将一个事情写得更加清楚，好得我这下冇写，那么退休后来写得更好多。唔同都有同我講，其實我哋講普通文學、報道文學，同埋一般歷史小說，中間的一啲差別，唔知個意味係點樣咯？普通文學就大部分愛真實。做唔得有虛構的情節，小說可以虛構。咁日本譬如講有冇即係因為人名都直接都是來講我哋就往吳鎮水吼，唔係講即係伊哋另外一個名嘅，都幾清楚都同我哋讀者都講一件事情，一本書都講一件事情。咁一本事情一本書底背，你要真實的部分同講嚟講時間嘅部分差唔多佔唔到咯。差不多80%以上準咧，用的時間是要虛構咧，就因為講我單純寫一個人啊，像用文字硬寫的有限啦。如像天陽用的我要安排虛構幾個人，係虛構3個東西，一條牛誒，一個叫做阿芬叔公，一個阿莊伯，如身後的屁股。要安排一個屁股是虛構的，安排屁股，那可以將一個人突出來。所以虛構的目的唔係講惡戲、惡戲喺下面咧，有目的的虛構。你都把人家做我哋講主角的精神，冇嗰個也為一種特色，然後提帶出來。你安排啊3種無同樣嘅一個角色去我哋講襯托啦。但問題係講，像一件事情嘅話，唔係對某個時間前頁，然後對某個時間結束一個故事咯。我對於高雄中學畢業，你即使對高雄中學畢業未後，我咁咪留下來錄下耕田，因為伊是種子伊都今日開始都活著，同阿爸感情唔好。那邊都俾阿爸有一啲小事情，俾阿爸捉出去，拄到通用鐵工廠嘅頭家來，佢做好朋友喺度喺度睇住卡，你開始發展嘅故事，一次寫到伊安尼發生以後滾出來以後，最後伊收嘅幾條牛嘅路嘅，牽老牛去。出的種種人，摕個緬懷過去，那邊都兩個人牛的同人放喺地下，天進來北方來是隻，而家伊路卡有隻長工，在同長工搞談的時間，已經有鐵牛的都安尼耕耘機，鐵牛的噼噼啪啪都打嘅聲音打斷伊兩個人的談話，用安尼來結束，因為安尼表示講。牛的時代結束嘅，牛的時代來臨嘅安尼啦。如果下一個完整的時代，對於高中畢業寫到伊落安尼啦。咁一本書底部出嘅，即係想要講把一件事情咧，真實的能夠來龍去脈來龍去脈，全部介紹以外，
你最想要表达的精神係乜呀？但主要本他嘅就講，哦，台灣應該係啥？唔係講台灣有一段時間是他嘅佢講嘅時代，講政治、講野方、講解放嘅時代。啊，面對更加唔是講嘅時代，我分析可以罵總統，唔可以條件可以罵行政院長，拄到某個冇爽嘅事情，我都可以罵出來，可以寫出來。一個時代同我哋嘅愛一本書就要寫時代，是完全無同嘅時代，差180度。我嘅意思本人第一個，嗰段時代，他嘅人生活都會講、拍、留下來，本人記錄下來。用嘅特別人用嘅講，用嘅拍。我最尾想問一下我哋網台先生講，幾時在去日本看到伊嘅時間，有冇伊講啊？你做乜嘅唔想過來咯？所以話馬上就去日本，然後過段你即個可能嘛唔係個滿意嘅一種身份咯。伊入去關嘅時間之前，有同我講過，我一個案嘅結案嘅關係嘅台灣變得係傷心之地。本來係個第一風光嘅地方，變嚟傷心嘅地方，我嚟走，我嚟日本，啊日本嗰度平，我都係吃得起，我再過來，有一種心情，呢種我講過啦。嗰時其實你讀到伊嘅時間，太多地講，做乜其實睇日本國安嘅身份，但是嘛唔想要過來台灣嘅錯嘅。係啦係，那邊當我插事嘅後期，當我時代後期有農田。農民團體有啲發起，講黃俊水一個是鐵眼王，有發起啲平反運動。平反運動嘅時間，有去日本搶移過來喺台中、高雄、屏東有一下廠大型嘅演講會，啊而家已經寫出一個簡單嘅回憶錄，第一個大會就係本人，有一團人嘅平反運動。台灣對建言到民主嘅過程地步，其實發生咗幾多事情嘛，犧牲咗幾多人。日本政府黃振水都講出我哋其實今晚時間伊哋幾真切的伊哋始末嘅伊啲故事。啊，你記唔記得感謝我哋網台現場同我哋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本來也記起來介紹一本新書，因為是非常好看，我希望客家鄉親啊可以買。嗰除此以外，我哋相信嗰種看一本書，看到有乜心得的話，可以到我哋臉書粉絲團去同我哋網台前人提討論哦。休息一下哦，大家聽我哋先上嚟用心動哦。大家好，好好運動，大家向下來運動。正農夫先生今日教大家來運動哦，一樣教大家用嘢咧觀念，我哋向下來運動，一樣係前日咧等你，個問題咧等你哦，先唔得有輪你，我走來走去危險，日咧個問題那麼安全，我哋坐落來，坐穩來。開始都來運動，日咧我哋步卡一般來到都差唔多高度60公分左右，強訓練我哋手嘅運動，目睭同手嘅訓練，我哋首先來做2片，關於2片嘅運動，準備好未冇？我哋開始哦，來做一下1、2、3、4、5、6、7、8、9、10。數小可嘅成員，我哋再來做睡眠1下，1、2、3、4、5、6、7、
8 9 10相當嘅好哦。人哋數有時可以安尼順順唔怕，人哋打下用骨呢，或者來同人哋身體就可以運動，傻啊，又咪用人哋腳，擼啊，順，唔看人哋腳數放來，慢慢來哦，強嘅，佢適合老人家來做一啲運動哦。人哋算一啲保健嘅運動，幫人哋手，幫人哋腳、腰骨總是疼痛，經絡是嚟幫康來，幫大家減緩酸軟咯。人哋咪是用人哋頭腦，用人哋頭腦強嘅哦，強嘅，用一下，用一下頭腦。穿好，錯，一晚我哋同人哋管理3平3穩來當空，冇做坤地落來，再嚟一擺哦，當空，慢慢落來，然後來，變落來。讓空來，變落來。越做我哋要流汗，身體就可以要順軟，有得正常嘅。我哋身體都係疼痛嘅哦，有運動、保健，安尼我哋越來越健康，越來越快樂。再嚟同人哋數，bằng cái heo mì, chui heo mì, bằng củ lợi, bằng cái heo mì, bằng củ lợi, đây bài đó. Anh ấy số lúc cảm bạn soạn nhỏ nó, sự khăn xin nè. Anh ấy là运动流血汗，唔會按腳老化哦。一問人哋嚟同人哋管理，變下後面來，同腳強嘅放上來，變落去，放上來，變落去，安尼嚟練習，做會適下款式嘅。1、2、3、4、5、6、7、8、9、10。安尼太極，用安尼腳帶，仲有運動到哦。數嘛係哦，數有放喺量，安尼強好嚟運動，再嚟做1、2、3、4、5、6、7、8、9、10。相當好哦。一晚安尼嚟做一個腳。提腳同管理強嘅管理，所以要用兩片先得辦起咯。強嘅標墊，我哋數足墊後面嘅墊呢，存起來，我哋做一下1、2、3、4、5、6、7、8、9、10。點10秒鐘款先你要跌落來嘛？跌落來有要緊冇？冇要緊哦，主要訓練我哋腳唔好被綁到來哦。10秒來，1、2、3、4、5、6、7、8、9、10，相當嘅好。再嚟變落來，我哋再嚟做10下。
1、2、3、4、5、6、7、8、9、10。我哋坐一等呢個重要一半天，你都唔會跌落來，一半天那唔會危險所以我哋做最尾1下1、2、3、4、5、6、7、8、9、10，做會相當的好我哋同過年拿行起來，一晚我哋嚟做一下前面，一下當方，訓練無困用的方式來我哋試看先你1、2、3、4、5、6、7、8、9、10，下，我哋再做10下，1、2、3、4、5、6、7、8、9、10。我哋過年呢，今日我哋從頭再做一遍。第一呢，我哋拿定日呢，過年做薯片，薯片，連同一下扮要扮愛下，當空，愛下，當空。我哋扮用過年呢，同我哋身體，掃掃我哋頭嗱，掃掃過來，我哋是將後面夾放來，放落來，夾放來，放落來。因為是將我哋前面冇俾跌落來。大家今日好嘅眼朵今日我哋過年送多一片，好好運動，謝老虎先生，下禮拜見面咯。